主啊，上帝感谢你，因你的话是丰盛的生命，主你的话是带有气力甲见证，所以阮要谦卑来学习。圣神是阮的保惠师，你亲自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讲话。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拄则委员执事带咱读即个圣经吼，咱应该对即句话真稀奇，嘛真有印象，就是亚罗米娘，亚罗米娘。今日即个主题讲亚罗米娘福音传扬，这什么意思？咱要直接倒个经节来学习吼。咱拄则有读传道书11章的1节到6节，即个题目是对第1节来的吼。而且讲，着将你的美娘压伫水面。照咱的常识，咱是讲即句话一讲有意思，吼。无你压美娘到水面是要创啥？都浪费去啊，吼。咱台湾嘛有足侪俗语啦，有足侪遐个话吼。你读迄个话句，毋是迄个意思，是后壁面的意思，吼。咱台湾嘛足侪日客仔话，有诶足听这足好讲，吼。你讲一句，你都要接后壁句。即个若是对犹太人原来讲一句话的意思，咱毋免直接先解说，因为你若读周报内底，吼，迄个现代本，你就随知影。就是讲，你爱多方面去投资就对啦。咱做生意人就随知影。多方面投资，多样性的迄个触觉，所以咱嘛一句咱华语的话讲吼，鸡蛋不要放在不要放在一个篮子安尼哈。所以你若对这话来，咱就是会当理解到伊内底所讲的意思，因为这是几啊千年的这个圣经的话当时犹太人因听就随知，咱都要经过一点解说。咱后壁面呢，会阁来做解释吼，咱就甲经节跳过安尼吼。将你的美娘，也是即个华语讲将娘室压伫水面吼。咱就是要来了解讲，到底伊甲咱讲有对咱什么款的学习啦？意思讲圣经伫几啊千年写好啊。今仔日个兄弟姊妹，今仔日个信徒来读，你爱甲迄个话放伫我的处境，就是我现在生活的环境的中间，伫我家己的心境的内面，伫我所接触的人，伫我所拄着的事，圣经即句话对我有甚物款提醒？安尼即个圣经就活起来啊！毋是一本放伫册内面的话啦。传道书11章有真深的即个意思真深的意思真有譬如，伊讲着将你的娘室压伫水面。听起来，咱就随想着讲，可能有捌伫钓鱼的人，可能你就较知影。牧师囡仔时代拢对阮阿叔去海边钓鱼啊。阮阿叔奇怪特别钓鱼拢钓较济，别人边仔人钓无啦。人伊有功夫，伊安怎呢？伊就先去海边，去用一寡迄锦啦一寡反正海产物来甲沙搅，甲用迄个石头甲剁你若闻到讲，哎哟，迄味有够臭啊！迄安怎？迄就是诱饵，咱听有无吼？迄个字都落落你敢若闻到味足重啊，但是咧压落去水面鱼拢活来，闻到迄味毋知啥物好食的，就来啊！然后伊则。迄个钓挂伫迄个字伫内面，伊咧食，食到迄个钓内底迄个字就钓起来安尼。咱大概会咧了解着讲，亚这有即款意思啦。咱更加毋免讲咱即马台南是一个勇士的即个重镇咧咱若去七股啦，去安南区遐大部分的所在，拢咧气温
哇！你若看到迄个在饲鱼的遮个师傅吼，哇！伊就是将所有的饲料压去水面就对啦，压伫水面去啊，安尼。哇！互遮鱼啊食甲足饱安尼，啊，咱看到迄鱼啊咧抢食物件吼，迄鳗咧食迄种鱼迄饲料啊，感觉足有意思吼。啊，现代本呢？现代本就直接讲啊，意思甲意思破解出来，吼，无个照原文啦。照原文就是讲你甲牛屎压伫水面，啊，若照意思，伊就甲翻译做现代意思，讲将你的钱投伫对外贸易的顶面，有一天你就会得到利益安尼吼。啊，有真侪人这段经文讲啊，这是传道书内面一段足歹解说的经文，足歹解说就是随人解说吼。啊，有可能会产生一寡无安全，但是咱若用一个较有信仰的心，也是对上帝会领受祝福的心，你就袂去黑白解说嘛。人若要误解黑白解说就无好，但是若是有好的意思，因为讲你总有盈利的一日嘛，所以你就会当对迄话得到一个启示就对啦吼。啊，所以有一寡解释是安尼，伊讲，这个原来解释是对海港的城市，吼。有做粮食的贸易，啊，咱遮古早吼，啊，逐个所在啊，遐粮食啊要交易啊，都爱用船来载，啊，所以也粮食伫水面，甲即个话有点仔安尼原来意思演变出来，啊，就表示啥物？你都爱骨力，都爱勇敢，啊，佫会冒险，因为也咧水面有时收袂倒来哦，吼，啊，所以你若安尼做，就有成功的即个希望。成功的希望。咱看见当时呢，这个约瑟互人卖去到伫埃及吼，啊，遐兄哥吼，原来伫这个迦南地住了好势啊，但是有一天饥荒，啊，逐位拢无通食，所以因就想讲啊，听讲埃及吼有人安尼欠足多的遐粮食，啊，咱无去遐吼。来求生啊，无真正生活袂落去啊，所以大家就安尼千里迢迢搬去到埃及啊，要买遐粮食倒转来啊，所以用行路的，佮载遐粮食足重啊，但是用船载哇足好势，但船就自然有风险吼啊，所以这话拢是伫咱的生涯处境中间去理解，你就知影伊所要甲咱讲的意思。啊，咱后壁的经济拢是照政策经济延伸出来，比如讲。要伫真侪所在来投资啦，迄是新法约的圣经吼。啊，伊意思讲分散投资，你甲分散吼啊，比如即阵啊股票，有人讲即阵啊用什物款诶，这生意是真好做，但是你茫一直拢囥伫遐，啊若这落价你就了足济啊。顶日呢拜四，吼拜四啊，咱有一个足感动人的即个圣小梅音乐会。啊，叶先生哦，有起来做见证，哈，这盛小梅先生，伊就讲吼，伊伫美国投资房地产，投资甲足风光的就对啦，拢去住伫山顶的豪宅啦，啊，豪宅就豪宅咧，啊，住无偌久规个经济风暴一个落哇，迄厝卖袂出去啦，房地产套牢啦，哇，到尾规拢卖了，啊，又搁恢复原来安尼，啊，所以。有真侪投资是会成功哦，有诶是你爱看时势呢，啊若无一落去就无啊。啊，最近中国啊，甲美国，哇，咧贸易战，真侪人生意足好做啊。即个贸易战讲迄也无我诶代志啊，啊，毋过都影响到你诶生意，敢毋是？啊，所以即个话啊，传道书啊，甲箴言拢是真侪人生诶智慧就对啦。啊，你有经历到你讲啊，这话讲了足有理诶吼。过来。就是慢慢伊咧讲一寡因生活上的经验，讲树无论倒一方面倒，就倒对遐。迄种树啊，咱若定咧透风的所在，迄个树啊拢迄个风势呢，啊云的水汽若饱，啊雨就降落安尼。啊，这意思是咧讲啥物呢？讲人的一生的中间有真侪代志，拢有迄个无法当避免的俗发的代志发生。你无法当家己控制就对啦，迄个代志的演变，你若家己掌握袂着，你就信啊咧？毋是啦，人无法度人演变，无法当控制。包括遐个摕着权力的人，包括遐得着王位的人，伊拢无法当保证伊家己会当继续呢。因为祸福相依，有时讲成功对失败开始，迄拢是咱人的一寡人生的经历所落的结果。
所以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咧，甲咱讲万事既然伫上帝的手中，你就会当知影讲，好事歹事你拢会拄着。但是若是倚靠上帝，上帝互歹事变好事，上帝互你对迄个所在得到利益，安尼重点来啊！世间万人你拄着，我嘛会拄着。但是倚靠上帝的人，你去对个中间来得着，上帝要互你的。咱拢知影讲，有真侪迄个经济风暴安尼来的时阵，有个人叫做逆向投资呢。大家拢在买的时阵，我甲买起来，因为伊家己可能准备好有本钱啊。所以这个事，伫咱这个兄弟，你咧做生意，也是咧做事业的人，你真清楚。11节。第11章第4节讲，假使你若要听候风调雨顺，你就永远无法度通夜景，永远袂收割。哇！人若要定定讲靠大众照我的意思你就无法度啊！咱台湾在种作也是果子拢非常好的丰收，但上惊就惊天时无好，气候若无好，风颱若来。规个拢拍算了，大家赶紧抢收遐果子，果子嘛是无够本钱，所以伊就互咱的意思讲，遐在听候代志拢逐项拢足透动的时阵，才要动手的人，只好永远等，因为无逐项时机拢要等候你啦，是你家己也要抓时机，你也要勇敢，甚至有冒险，因为你是倚靠主，毋是家己。在这5节。你袂当了解新生命安怎伫即个怀孕的妇人人的腹肚中间成长，当然即马咱妇产科医生会当甲你照超音波啦，即马佫做立体的，你的囡仔什么阵安尼偌大汉拢加减知，但是伊安怎会大汉？这是上帝的奥妙。讲你嘛无法度明白创造万物的上帝安怎工作，意思是你著干那一个。一个婴仔伫老母的腹肚内底10个月，你都毋知影伊安怎来成长的，你哪有法度通去抓着上帝咧做啥物？安尼什么意思？掌权的毋是你，掌权的是咱的上帝。时势各方面的演变是上帝咧掌权，所以伊的意思是咧讲，遐等候代志绝对稳当就只要等待安尼11章6节讲你。早起暗时拢都爱夜景，因为你毋知影所夜的是毋是会当成长，也毋知影早起夜的是毋是比暗时夜的更较好安尼安尼表示啥物？讲早起较下晡，有可能早起会较好有可能又是下晡较好咱台湾的农民足有迄个实验的精神啦，所以逐种果子拢有足侪品种呢。哇！伊来迄个有研究的功夫的遐个做事人，伊拢会晓讲我即句园我甲分滚喂即个种即款种的，迄款种迄款种的，就去试看讲，即个爱较侪水无？即个爱较少水的即个安怎？拢一项面试验，到尾讲原来即款的品种下咱即个气候，即款的即个栽培，像即款来甲伊压水压肥的，安怎压济较少？拢研究出伊的事，兄弟姊妹，足侪老的做事人功夫迄是若要写是写朴素论文写袂出来呢，咱都家看做足粗浅，会晓驶船去大海掠鱼的，遐尼大的海伊掠会着鱼，这敢毋是学问吗？所以咱毋通看轻，好佳在咱台湾遮侪年来慢慢都无搁再讲都即间学历，才是唯一的熬啦。逐项拢有各行各业拢有伊的在调的所在。若是安尼，即个经济咧甲咱讲，咱早起夜静，下暗爱夜静，表示讲毋通变大，毋通变大，因为咱毋知未来的结果是啥物。但是你若变大，保证是歹的结果。所以。咱既然袂当按算什么款的会当修成，所以我就骨力，逐项拢做。有可能这边较少，我迄边就较济来补。
所以袂当用做片段的借口，因为结局毋是偶然产生的，随时拢爱骨力来充分准备。这是这经战当然这个解释咱是对这个圣经内面有真侪学者甲伊做这方面的这个整理，互咱对这经战有一个较正面的，有一个对你有造就的这个释义就对啦。所以来甲整理起来，11章第1节有这个简单的意思，水延伸出来的意思讲代表这个社会、这个百姓。所以你亚正伫水面，表示讲你爱对所有的百姓、群众的意思。这属灵的含义佫较是安尼，就是讲亚正子、亚这的美娘，就是爱传福音就对啦。你爱传扬福音，爱大家人骨力来传福音。你袂当讲早起时传福音较好，还是下晡时传福音较好？你毋知影讲，这个富人人伊腹肚内胎是安怎生长的？你嘛毋知影讲，我这个朋友定来咧甲我安尼相争，甲咧辩论讲恁耶稣是对啊，毋对是真正有遐高无？你就讲这个无效啦，莫甲传。有时拢是以身信主，你敢知？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都毋是人的意思啊。有真侪，咱中间咱有真侪兄弟咧参与着感觉，感觉会传福音。咱想讲，哎呀，感觉遐个人犯罪关于感觉哎呀，因若要信耶稣咧，咱要信上帝咧。咱几个月前咧，有去参加这个敬圣团契，伫这个餐厅举办这个。算讲属于祖先的迄个义卖的餐会就对啦。听到遐个伫家己出来来做见证，看伊安怎得到福音的。你就想讲这圣经节拄则咱读圣经节真正有意思啦。这人信主，而且投入传福音，你敢知？因做见证比咱加外有力的。所以你爱拍拼传福音，所以。伊也咧象征讲，做生意人咧投资，迄个牛失美牛代表无益就对啦。伫水面代表迄个船咧运搬运输来来去去。这就是互咱有一个安尼缩小来讲，从今仔日主题要甲咱讲，野美牛伫水面是表示你爱随时无时不止爱逐个时刻。会晓传福音，因为上帝要安怎来互这个福音的种子来收割，是上帝的意思。所以代表讲，也伫水面，也是代表交托就对啦，互上帝来成全。你都尽你的力就对，尽你的力就对。但犹太人嘛，对这经节有一种意思，其实甲咱是华人的思想嘛有关，嘛有差不多类似，就是讲善有善报就对啦。你若好骨力甲做，后壁你就修成啦这是传统犹太的律比，就是这先生的教导安尼。所以呢，伫中东的所在有这款的箴言，也是讲这款的这个重要的语句就是像埃及有一个箴言讲：善事若投伫河中。河水高达，善事就会显露出来。伊这是用这个譬如咧，善事心内伫河中，表示讲好亲像你有一个好的米，而且重要的米，放伫水里，水若打去，迄个宝贝就浮出来啊。种水也伫水面，河水高达，讲食物就会发芽成长。咱在座有真侪这方面的专家就是教生物的，教这食物的，你知影讲真多的种子是靠水在传播，对无？水落去，伊就流到倒位所在，就互迄硬拍上花，就伫迄个所在，佮定根，佮种子起来。咱真多迄个啥，咱椰子对无？椰子一粒定壳，咱讲都讲袂破，但伊落去水顶哇，足好，像有只船四过走。所以椰子四过漂流，去到迄个所在，硬甲拍起来，所以真侪海边拢有椰子，就是安尼。所以这个话语拢咧甲咱讲一寡大自然的现象。大自然现象会印证咱的生命，伫咱的生活，伫咱人生的内底。阿拉伯嘛有一句俗语啦，讲就将善事好亲像面包运伫水中，日后必有善报。
所以面包运伫水中，因为因迄所在的风俗咱无了解，但是伊讲的意思就是有那类似啦，就是你会晓通投资就对，你会晓先抗变的，通有一日伊就会收成。这个经节若要甲缩小来讲，就是咱今日读的第二节圣经节，互咱一个对照，甲一个结论。提摩太后书4章20讲，要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就专务伊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来警戒、来劝勉。另外一个版本是讲，就爱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爱专心用百般的忍耐、逐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现时话这句话，互咱真大的这个印象啦，吼，讲得时不得时。咱有真侪兄弟去参加这个福气教会举办的这个幸福小组传福音的这个教导的时阵，这个主讲就是这个杨牧师伊就讲一句话讲：兄弟姊妹啊，得时甲不得时什么意思？得时甲不得时，是讲时机理想也是无理想，安尼是咧讲什么意思？得时阁不得时，就是随时啦，就是随时嘛。得时甲不得时，就正甲负，拢两个拢爱啊。所以就是咧甲咱讲，不管时机理想也无理想，拢都爱传。任何时阵，这是圣经保罗对咱的交代。所以兄弟姊妹，咱领受着传道书的提醒，甲讲解。智慧人的讲解，加上提摩太后书所提醒，保罗先生甲咱勉励讲，不管时机有理想啊无理想，拢就传。若是安尼，你若是耶稣的学生，你若是一个基督徒，讲得时甲不得时，对你什么意思？若要讲一较亲切，就是讲，安尼是表示讲，传福音就是你的本能就对啦。你天气好，你爱食饭无？天气歹，敢毋免食？你的囝去学校读册，天气好，你要载伊去；天气歹，搁较爱载，敢毋是？当你若看讲，即个是我袂当提示的，袂当推卸的即个责任，你任何代志你拢做会到。若你有理由。你有即个借口什么代志拢有人提啊，对毋对？我咧闲啦，我无力啦，我无闲啦，我无钱啦，逐项拢嘛会使讲。所以若是对这个话领受着，基督徒一直都爱去家己敲碎讲，我安怎得时，安怎不得时，我拢做会到。这就是你的本能，你的随心的反应毋免搁解释啊。就亲像你的囡仔伫你身躯边。你忝你就莫甲顾，是讲你无用就莫甲顾嘛，袂嘛？你较忝你嘛半暝爬起来甲囡仔换尿珠啊，敢毋是？所以咱若是对这个话会当延伸着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态度。基督徒若了解这个态度，得时甲不得时，你就袂感觉是艰苦，你袂感觉讲是困难，你嘛袂感觉讲是哎哟，白死死，因为你感觉欢喜做。你做了真快乐，因为你会让亲像夜景子伫水面，夜美娘伫水面，后来你会修成嘛？你知影我后来会修成，你就袂感觉夜仙啊嘛？我咧讲起着讲，这个经节互我一个联想吼，一个咱长老教会先辈的故事，福音来台湾的故事。这故事是对马国医生开始。马国医生伫1865年来台湾，因为英国人知影讲，伫遐偏僻落雨的所在，人是因为家己的身体的病痛，人家己的艰苦，伊需要人帮衬，所以伊是从医疗工作开始，用医疗来做吸引人来救群主的一个方法。所以头一个来台湾的宣教师，毋是牧师，是医生。就是马雅各。马雅各医生呢，伫1865年
伊来台湾宣教，开始有人信主啊，哇！因为只有长老教会制度，长老袂使行洗礼呢，毋是迄个洗礼偌困难啊，是讲咱尊重即个圣职所以呢，马国医生就写批，去互英国的母会讲敢袂使派一个牧师来，牧师来行洗礼，牧师来举行圣礼典、举行圣餐，你毋才会招魂要传福音会更较好势。真正有一个牧师叫做麦大必，咱可能拢毋捌听过，叫 David Manson， 伊就志愿来台湾，无拍算，船经过几啊个月坐遐航船对英国来到台湾到香港，是来到厦门爱足久。故事写讲，即个 David Manson 船已经到伫南海就是咱最近南海无定咧冤家迄船咧走来走去，中国船美国船拢伫遐咧洗。咱台湾嘛有，嘛有一个岛伫遐呢咱较早学生时代读讲咱的国家的上南边叫做曾母暗沙，对无？太平岛安尼。但无写足详细，到底是麦大必牧师伊感觉人忝仙出来吹海风还是讲伊人不爽快，要来出来，人讲会吐呢，掠土呢无拍算讲硬译来甲即个麦大必牧师挂落海咧，哇，找袂到所以咱台湾头一个牧师，还未到台湾就硬搬落海来死，为着福音来殉难。这个故事较少人讲，但是后壁的故事大家就知影。这个麦大必牧师落海殉难，英国的母会的教会当然足伤心，讲无采阮栽培一个遐优秀的牧师，佫志愿要去偏僻远东的台湾，哎呀，可惜。所以大家就为着伊举行追思礼拜因为无尸体要安怎也要安葬都只好甲追思礼拜，对毋对？伫个礼拜中，足侪人流目屎艰苦，但是嘛，伫迄所足感动人，因为因称呼迄个麦大必牧师落海来死，是死的浸礼，死，搁来国外就对了，用死来伫海底来浸礼，但是要得到救，所以用即款的呼吁当场就有3个少年人，3个青年人讲好。既然麦大必牧师伊的心愿未当完成，阮来替伊3个人，佫志愿要来献身。其中一个就是正式来台湾第一个牧师，叫做李修牧师。另外2个呢，伊志愿去中国，志愿去中国。所以麦大必牧师落海，就亲像咱传道书讲的。夜精致哩，夜美娘伫水面，咱有这样的联想。另外一个象征是，咱知影讲马爱落地来死，才会当发出侪的马来。这个意思好像就歹。麦大必牧师殉难当然是歹事但是伊所带来迄个上帝的气力来扩大起来，这个少年人欢喜志愿。来为主做工。这个李修牧师伊还搁咧读神学院还未毕业，人伊都要志愿，讲要安怎？要等伊毕业都伤慢因为伊的资历有够所以怎伫神学生的时代就甲按摩就甲按摩咱即个足个神学生，咱的课团道都爱服侍3档才会当按摩呢。按摩后来拄好伊伫英国有结婚，甲伊的太太结婚，他2个人翁仔某带来。这李修牧师咱平常时较无接听，因为伊足早就过身，所以咱较听到巴克利牧师啦、甘威廉啦、马雅各啦这些人。但是这李修牧师互咱感动这几项事，你会听到讲咱这个李修牧师的故事，咱好好来甲了解，因为伊是伫高雄、屏东，搁靠台东宣教的牧师，这叫做李修牧师。因为无伊的像啦，这是办法
用办法甲画出来。伫9月28号，一个月前呢，牧师有去到一个所在，就是屏东的里港，咱只要坐斜漳桥过去，我倒手边就是九如甲里港。要创啥呢？牧师去参加一个李修牧师甲伊的太太叫做伊丽莎白，因的宣道批信出版的这个发表会啦，咱大概有两个疑问，讲第一，是咱要走去里港遐远啊，台南这个所在都好小势啊。第二，是安因的批信到即阵才发表，这就真趣味这表示讲上帝真奇妙做工呢。第一个，里港教会就是李修牧师头一间去开拓的。李修牧师用行路的对咱高雄爱基后行路，沿着高屏溪咱知影讲迄个高屏溪嘛，伫海溪边较好行嘛，行到即个里港接八丈花，然后去里港迄个所在传福音。第二个，里港迄个地区拢是平埔族。顶礼拜，咱台南的平埔族叫做西拉雅族的后，即个后代伫左镇教会举办一个福音来台392年的感恩礼拜。所以这个西拉雅族的后代伊毋是150年前信主是392年前信主。你就知影讲，迄奇妙伫咱台南发生啦，伫咱新市、麻豆、嘉义、新化这个地区。当时土地的主人毋是咱对中国移民的汉人啦，是当时的西拉雅族这个原住民，这个平埔族你才会发现讲最近伫迄个南科的所在，有一个叫做史前博物馆对吧？来起起来足水足侪咱的长辈拢已经走去参观去啊，因为旅游团拢随甲你带去参观啦。是啥物？迄就是咱的西拉雅族的祖先。当迄阵南科开始要开发乌涂骹迄个高铁开始要通的时阵，乌落到地，哇不得了毋是土咧种甘蔗咧种稻下面拢是古早祖先生活的记录，有迄墓啦，有迄个灰的物件啦，迄个陶土啦。所以我咧讲即个故事，我倒转来李修牧师去到遐。平埔族因对祖先传出来讲，人迄个红毛亲情对咱较好啦。红毛的亲情，你捌听过无？红毛亲情对咱较好。遐对中国来遐个汉人对咱足歹。你看知影人300几冬咧传这个历史，表示讲因对当时荷兰时代就得到福音。遐外国的牧师听惜因，互因得到福音，所以因得纪念。虽然地成功来到台湾。把这个平埔族赶走，福音嘛无怎转去，因为荷兰人38冬就转去啊。但是因迄个福音的经济，迄个根无断呢，伊甲因的子孙讲这红毛亲情对咱真好，所以一个看到红毛的过来当然不一定是红毛啦你有牧师的呼求的这对，这就是较早咱祖先对咱足好的所以平埔族信仰所足紧，就是安尼。是兄弟姊妹，咱在座兄弟姊妹80%-90%祖先拢是平埔族，唔免分啦，大家拢是啦。所以咱就知影讲上帝的奥妙，甲拄则传道书讲的话实在是足嗨就对啦。李有牧师呢，伊167年12月退掉迄个麦大比牧师来到台湾，第一个来台湾的宣教师，所以后来就甲马国医生因为人少嘛。伊分到高雄，马国医师搬来咱的旧楼，旧楼病院才开始传道理，就是新楼病院的前身就对啦。一人分一边，互伊负责，两边负责马国医生迄个马国负责台南地区，李修负责打狗的宣教区安尼。
这李牧师呢有热诚，足有耐力，就对会做三个。伊学会晓讲台语，佫会晓讲客家话呢。因为屏东有真侪客家人，所以呢，伊到台湾迄个时阵时势无介好呢，时机无好。因为1868年来台湾这2、3冬，英国人因为因在走私遐个樟脑，台湾迄个樟脑足出名，互台湾人甲排斥所以那即迄个外国人甲洋教伊拢无爱，咱把迄个马国医生嘛，因为安尼互人赶转去高雄。伫迄个看西街遐，有人甲点石头，你开医生馆无爱黑白传遐个歹个话，讲歹话，只好伊就搬去到高雄。到后来，英国政府来甲清朝谈判，讲恁是安那会使甲阮的英国人甲阮欺负啊？因迄阵咱知影讲不平等条约嘛，这故事是安尼来。但咱要讲的是讲马国医生迄阵拄好去香港。甲伊太太结婚啦，佫发生啥物？当时高俊明牧师的阿公高中伯互人掠入去关监，你敢知？伫凤山迄个凤山教会的元起初的礼拜堂，互人拆了。有一个传道头一个顺教的台湾人曾清峰，伫左营的附近旧城，互人拍死。鼻头就是凤山啦，凤山也互人抢夺，甲烧歹去。所以迄个时势无好啦，但是保罗先生讲，无论得时不得时，真正是安尼。李修伊怎我对屏东去，对屏东6年尔，1869到1874，6年间，用阿里港就是里港做中心做起点，有开拓东港、琉球、阿猴就是屏东、竹仔卡，佫盐埔。这个教会拢是伊设的，所以9月28去到阿里港来发表会，哇，真侪屏东的教会人拢来，因为安那讲李修就是因屏东宣教之父就对啦，伊咧纪念伊安尼。而且伊毋但安尼尔了，伊佫去到东部，到台东。1875年3月，李修对打狗出发。搭迄个容克是降迄种船啊，类似讲一种篷船安尼来坐东海岸坐船去做宣教之旅。因为早前交通无方便的时阵，路的建设无好的时阵，船运是比陆运较紧。保罗，你看，保罗去传福音对无？有时是行即个小亚细亚去到伫迄个菲律宾到即个哥林多，但是大部分拢坐船啦，地中海坐船安尼。那李修就是安尼沿着南台湾去到半个月久，坐去到伫宝松，伫现在台东但1875年呢，3月15，一个外月尔，伊完成伫宝松台东顺光学就是成功，佫中滨平埔族的宣教。但是可惜，即个麦大笔是死伫海中。李修牧师得时不得时，伊就是传福音，但是后来感染着台湾当时的马拉利亚，就是迄个所以讲种互网啊定就是款病啦热病着热病，就互主晕掉。死的时阵才39岁，少年家呢。前几日佫伫台南，佫会甲人讲话开讲，无想想我发作怎过身？过身了后当时台南遮的教会啊，这足毋甘。安怎呢？当时也无火葬啊嘛无迄个灵车啦，竟然请人个毋知是牛车啊，什物车也是用坐船，这我无看到资料。佮甲李修牧师的棺木载去到高雄寿山骹，因为遐有一个英国人甲地方买起来土地来做外国人的墓，待伫迄个所在。李修牧师安葬的进程，伊后一个大汉后生，由阮着热病来过身，先待伫遐。所以
大家种毋甘啊！已经2个牧师过去啊，打要安怎？伊个牧师娘30通岁嘛，少年人啊，竟然甲英国母会讲：安尼好啦，我是毋是会当互咱母会派我做宣教师？因为伊是对先生来的咧，伊是牧师娘啊，但是讲你敢会当派我做宣教师？所以李秀牧师娘就是头一位女宣教师。后来中营女中就是通过伊来起，中营女中前几日在庆祝因的校庆啊，因咧纪念即个伊莱夏即个牧师娘。真趣味，因为故事真多啦时间无够，我要简单讲伊的一寡图片，互咱知影。李牧师伊对高雄、东港坐去到日宝松，这是伊东台湾旅行的一张图，这个图，伊旅行的团队的地图。这是伊伫高雄迄阵古早时代人画出来图，伫迄个寿山骹的图就对啦这寿山骹迄种人用画甲画起来，这拢是外国人因画讲当时的图就对啦。当时的即个高雄港是生做安尼搁迄帆船迄种英国人的船我伫现在咱若是捌去遐佚佗，就是讲咧渡船遐啦，咧渡船搁较外口遐，遐就是迄个当时因咧船咧出入的所在安尼。这是当时的高雄的迄个海港，因为现在规个深港拢还袂乌啊，所以拢敢伫海，伫迄个港口边啊，遐较深的所在有人船咧停那尔。下骹迄是基澳啦，顶悬迄就是寿山，迄中山大学伫迄个所在。这是后来日本人甲画起来，已经屯土屯好啊。迄个蛤蟆星人甲屯土变一块新的土地，迄个所在就是后来李秀牧师安葬的所在。李秀牧师的墓牌较早有人甲翕起来，放伫迄个所在，即个墓牌无去啊，无去啊，因为后来高雄一个发展出来，足侪人拢对外地搬入来所以竟然迄个英国人墓互人甲墓牌刷走，怎倒遐起厝啊？较早讲迄违章建筑阁起来，哇！李秀牧师的墓煞毋知对倒去啊？所以牧师是咧做咱的即个总会的即个历史委员会主委阮过若摆的时间拢去遐看去巡啦，是讲到底李秀牧师敢真正伫即间厝的下骹，毋知袂当叫人厝搬走来乌啊？要找看有墓牌无？有人传说讲迄个墓牌可能乌去做石料啦，毋知伫倒位。抑阁即个疑问了伫咧，除非政府出面才有法度就对啦。这故事是真多，若有机会咱会当来读这册就对所以阮有去参观，这张图看起来也无啥意思。其实这是三站，伊有一个山嘛，一站正站。迄画的迄拢是墓牌。日本人足有研究精神，甲遐台地迄个寿山骹遐外国人的墓，一个拢甲记录起来，墓牌抄起来。迄个李秀牧师的墓就是上顶第二格上正平迄2个，一个伊的囝，一个伊啦。你也去看，像安尼，伫寿山的登山街迄条巷入去。迄个巷内底，阁有人厝的边厝边阁有一个外国人墓的墓牌伫遐。咱知影讲台湾人都迷信嘛想讲要甲即个墓牌乌起来，要单掉哇，乌袂叮当呢，若毋是腹肚疼，无就迄个低头歹去啦。所以怎毋敢叮当，怎甲起伫伊的钉仔骹，伊的银钱骹就对了，怎放伫遐。即阵去阁看有阮去参观的时阵就是迄个衫裤下骹啦，伫迄个吊衫裤下骹迄个墓牌伫迄个所在。即个搁另外一个墓牌，搁另外下骹站若人厝边就迄块墓牌放伫遐，下骹就做伊的埕伫遐咧洗肠的所在。迄个水桶下骹就是一个墓牌的座就对啦。墓牌无看到伊嘛是活得足好势啊，伫遐生活足好势啊。阮去问迄老大人讲，恁这住伫这敢袂惊？伊讲袂呢，阮拢甲伊讲拜托的，互阮看安尼啦实是人若为着生存逐项拢毋惊啦，墓仔埔嘛咧起厝啊。迄个高雄发展的所在，真侪人徛伫墓顶，你敢知？这是人的一生真趣味的事。
但到尾想，照迄个图落去比，李友牧师会望伫迄个两间厝的厝旁迄个光光的所在，你要叫伊甲厝拆起来，还乌看嘛呢嘛无法度啊吼。迄即个我讲这个故事，当然，互咱感觉真有感情，因为这是咱的祖先所留来故事啦。也毋过呢，兄弟姊妹，对照着也李牛伫水面，对照着保罗先生甲咱讲，无论得时不得时，咱的前辈马国医生、李友牧师，因就是照安尼做。得时不得时，我就是传福音。所以伊伫台湾无几年吼，去13间教会。最后我要讲的是讲，兄弟姊妹，咱第3期的幸福小组要完成啊！咱大概剩一半组，第8礼拜完成，才会 base 对这无队友开始要鼓励伊签单要洗礼啊！我是要讲做一个比较，那比较着马雅各医生，比较着这个麦大必，比较着这个李秀牧师，因得时不得时都咧传福音。今仔日吼，咱兄弟姊妹用一个上界幸福的方式来传福音，你阁有啥物通好埋怨的啦？也毋是叫你要去大海互应甲挂去啊，也毋是叫你去迄个所在，阁有得热病的所在，都简单用一个快乐的心招人来信耶稣。阁有啥物较好的办法？第3期8周已经完成，那咱要开始要邀请因决志受洗。咱要伫感恩节迄日，请林和成团队过来加强来做伊的见证。就8来听伊的见证。咱会友你无参加幸福所嘛，袂要紧啊，招你的朋友来听这个林和成团队伊安怎唱足好听的歌，来做见证啊。你就加一个方法，就带人来就好啊。这嘛是得时不得时，敢毋是？第2次福音主日就12月初1，咱要请王英义牧师来主理。咱嘛是邀请咱大家，招你的朋友，若无前礼拜就这礼拜来到我来教会来听名人开讲。咱对外讲名人开讲，人听较会，较袂讲你要讲道理吼，我要听名人开讲就对啦吼。咱就是要伫12月15，招这受感动，因为幸福小组一个快乐的聚会，伊欢喜接受主来洗礼，所以也邀请咱听这爱整理这名单来报名就对啦。最后这资料。咱之前讲过，因为这时间的关系，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复习，就来结束。幸福小组就是一个足有果效的报道策略。那比较拄则我讲的，李秀牧师、马国医生、麦大必，会艰难、会困苦，爱搬山过岭，爱讲外国话，你就知影讲幸福小组对咱来讲，才是真正上帝予咱的恩典的功夫就对啦。所以呢。使徒行传2章47节，伊讲，互得救的人增加。所以幸福小组简单讲，就是用团队代替个人，一团大家较有亏难嘛，无理由牧师家一个去呢，咱规团呢，袂感觉孤单。第二，幸福小组是用带状的，毋是一届，就是连续8礼拜，叫做带状来取代单点。幸福小组是累积迄个感动，互人感觉就讲恁基督徒咧做伙，咱会遐快乐、遐平安呐。我有去参观各小组，看到真侪打来的时阵面悠悠、羞羞，面头角角，后来受感动，慢慢笑容出来。传福音是要造就门徒，或者在做同工的人受到造就兴起，互教会的成长，成做常态，就是讲毋是。5年才一人的信主，是逐摆若办，就是有人要信主就对啦。幸福小组伊的布道有一个逻辑，安怎讲呢？第一，尊荣无道友，对无道友极其的这个尊重，互因感觉讲伊是受尊重的，比如社会咱基督徒对伊真尊重，经济咱就无读啦第二是热情来接待无道友，咱用热情来接待因，所以咱真侪这小组员呢，会甲。比方妹妹姊妹都甲伊揽的，甲伊邀请。第三，迄个活动是聚会是足趣味的，有迄个破冰啦，足快乐游戏啦，互伊袂感觉讲足孤单、足无聊。第四是塑造迄个感动的气氛，所以真侪人做见证。所以有一句即个
幸福小组的标语叫做最不足叫做亏欠，最拄啊好叫做本分，最过头就是感动。你感觉做过超过我会当理解，会互人感动到。第五是坚持到底，无放弃。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比较着李秀牧师，咱来理解讲幸福小组的宣教是啥物？是一个喜乐的宣教，是一个热情的宣教，是一个感动的宣教，是一个幸福的宣教。既然是安尼，兄弟姊妹，咱会当领受到这个上帝互咱现代传福音真好的功夫。咱得时甲不得时，咱来野美娘伫水面，因为这百姓就无一定第一摆就信主，但是免烦恼，有一日就会修成，